今天就听听好了。我觉得应该，如果你这么熟悉我的表演的话，应该很少听我唱中文歌。中文歌有些卖不出去的，今天会唱。其实以前也有唱过。啊，歌不是一定要拿卖嘛。但我觉得写歌的人也蛮可怜的。其实就很像农民有没有？因为我们在生产一些做那个作品这样的，可是中间包装的是编曲的啊、制作的就可以把它变得很厉害，然后就给很多明星唱了这样。不知道啊，可是写歌的就是很老实的，想写歌把作品拿出来这样。像农民啊，其实写歌的人个性应该很像农民，很努力的在生产，也有一些不努力的。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小消息这样，图腾乐团的主唱查马克啊，你还记得他吗？黑黑的有没有？胖胖可爱的。还有他已经录完他的新专辑。我也蛮期待，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听过。其实不晓得什么时候，但确定是今年会发的，密切关切的。我就一直跟他讲说，不行，不要跟图腾拖鞋吧撞在一起，什么都好，要不然你就在图腾拖鞋吧里面发片。就不管他。有一首歌我很喜欢的哦，突然最近有一个歌手很红，我突然觉得这首歌还蛮适合他的，你们听听看。这首歌叫《声乐》。深夜。然后想象一下，因为最近这个歌手要就是他走一点点迷幻风格，林宥嘉，好，我现在是原住民界的林宥嘉。紧张的那是谁？唱孤独的滋味。软弱的那又是谁？留下那最后的依偎，还有一点疲惫。我觉得无所谓。两人本来都无罪，只是我看不惯谁又伤了谁。深夜，往我想的太多，让人感到迷惑，在不知觉中，眼中人群离奇失踪，伴随孤单落空，补上一个梦。那个是谁留下伤痛？还有夜夜的轻声，苦苦被你等候。紧张的那是谁？唱孤独的滋味。软弱的那又是谁？留下最后的依偎，还有一点疲惫。我觉得无所谓。两人本来都无罪，只是我看不惯谁又伤了谁。深夜，往我想的太多，让他感到迷惑，在不知觉中，眼中人群离奇失踪，伴随孤单落空，补上一个梦。那个是谁留下伤痛？还有夜夜的轻声，苦苦被你等候。深夜，往我想的太多，让人感到迷惑，在不知觉中，眼中人群离奇失踪，伴随孤单落空，补上一个梦。那个是谁留下伤痛？还有夜夜的轻声，苦苦被你等候。
家很好，邻居家还有送我 CD 耶，他叫我加油。啊，我会加油啦，努力啦。它本来还蛮小的一只诶，蛮鸟的，可能有才华的个子都很小。我相信我身上还流着热血，在追寻梦想花开结果的季节，用时间一点一点的实现。我并不是每一刻都那么坚决，也不是迫切付出就会得到些，有些化成了泪水。我自己会不会后悔？为什么不累？在哪里？不必问是不是也无所谓，无所谓。每一次会不会后悔？为什么不累？在哪里？不必问为何逃离这世界。这世界，我相信我身上还流着热血，在追寻梦想花开结果的季节，用时间一点一点的实现。我并不是每一刻都那么坚决，也不是迫切付出就会得到些，热血化成了泪水，我自己问，会不会后悔？为什么流泪？在哪里？不必问是不是也无所谓，无所谓。每一次问，会不会后悔？为什么后悔？在哪里？不必问，跟着逃离这世界。这世界，我相信我身上还流着热血，在追寻梦想花开结果的季节。接雷锋，接雷，接雷锋，接雷。我并不是每一刻都那么坚决，也不是迫切付出就会得到些。接雷锋，接雷。接雷锋，接雷，接雷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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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雷，接雷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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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雷。这是一些很久没有唱过，很久没有唱过的歌。其实想一想，就是还蛮开心，自己有机会，这样子一路唱歌到现在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被唱片公司发掘，就是在这里。然后那时候，因为有一个纪录片叫《海洋乐》，然后让我有机会认识到一个歌手叫张悬。然后那时候他就来这边表演，他那时候应该是
唱片公司准备要发片的歌手，然后其实好像很多人认识他，所以他表演的时候超多人的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图腾才刚比完2003年的海洋音乐季，开始有些认识我们，虽然我们没有到决赛，然后图腾表演有啦，大概5、6桌吧，其中有4桌都是好朋友，2桌应该他们是来喝酒的吧，我搞不懂那种图腾。然后，其实那时候张悬就因为他表演很多人，然后他那天就邀我来看表演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就有了不起嘛，就是他说表演很多人，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啊，怎么好意思去那边，然后后来才知道他是很刻意的安排，因为也这样子才认识了万德音乐的老板，这样阿斌，我讲林慧斌老师这样。他怎么让我他怎么介绍我出去的？他就在台上那表演啊，唱一唱啊，他的歌迷都很安静，唱一唱，很专心听他唱歌。唱完之后，他说今天他认识一个觉得很有为的年轻人。他说他在现场，我们要不要听他2首歌这样？他就把我叫上来，就上来唱歌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乐团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平常表演都是跟着我的团员一起表演，还真的不知道一个人唱歌怎么唱，就是表演，就在这个台上。可是我已经忘了我那时候唱什么了，忘了。然后就这样唱完了，就万德音乐的老板阿斌听到了，他可能就有考虑了，这是2003年的事情，就发生在小河岸。你看，2003年考虑很久，2006年多的才发片。你说他有没有考虑？有啊，他真的考虑很久。还好，那时候图腾还撑得到，就是撑得到他把我们签下来的时候。想想都觉得人好像总是有一些很奇妙的距离呢，就是有时候很疑惑的时候，其实心存感谢啊，其实疑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。对我来讲，然后还有最近中秋节，我想要写一首就表演一首歌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，也感受一下中秋节的那个气氛。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原住民过中秋节？有没有啊？不是原住民每天都在过中秋节，每天都在烤肉啊，每天都在看月亮、在烤肉，好像没有什么差别。